估唔到有一日會再返嚟。做咩？驚做唔嚟？放心，萬無一失，我哋有最先進嘅 AI 風險檢測系統幫手，工作輕輕鬆鬆。阿樂，科技係幫手，唔係主宰。跟我嚟啦！我哋第一單嘢就係幫你母校40週年翻新前做一次全面風險檢查。結構完整性78%，輕微裂紋不構成即時風險。要測呢啲裂紋係舊樓常見嘅收縮裂縫，唔影響結構。如果你全部報晒上去，校方要花幾十萬維修，但實際根本冇需要。咁即係唔跟 AI。AI 的確比人手可以更細節、快速俾你數據，但判斷到最後都要靠人嘅經驗。檢測到根部區域土壤鬆動，樹幹傾斜角度3%，存在潛在倒塌風險，需移除樹木。師傅，咁移唔移除？呢棵樹由呢間學院開校嗰日已經喺度40年啦，每一屆嘅學生都喺呢棵樹下面帶活動、休息、畢業。但 AI 話有風險。你睇嗰幾個學生，佢哋好安全嘅，仲要好舒服咁工作緊。40年嚟，呢棵樹嘅傾斜角度一直都係3%，從來冇變過。只要定期養護加固，完全冇問題。但 AI 嘅判斷係基於數據模型，如果有一日真係倒塌，如果移走呢棵樹，我唔係解決咗一個風險，仲係毀滅咗一個集體回憶。師傅，我明你講咩？ AI 可以俾我哋數據，但俾唔到同理心。但係如果真係有明顯風險呢？如果有明顯風險，當然要處理。問題係 AI 將所有缺陷都當成同等級嘅威脅，但我哋人類知道，有啲缺陷係可以接受嘅，有啲甚至係值得保留嘅。值得保留嘅缺陷，我哋要保護嘅唔止係人命安全，仲有建築同環境背後嘅人性價值。同日本嘅揸值 Wabi Sabi 概念相同，有時不完美嘅美感，正正係佢獨特嘅地方。如果每棵樹都垂直生長，每個建築都完美無瑕，呢個世界會好悶。我明白 AI 雖然完美，但唔可以完全依賴。如果唔係，要我哋呢啲測量師做咩呢？你終於開竅啦！記住，我哋嘅價值就係喺數據同人性之間做出平衡嘅判斷。做得好啊！我仲幫佢做咗一個定期監測系統，每個月檢查一次傾斜角度同根部狀況，唔靠 AI 自動判斷，由我親自分析數據。咁先係真正嘅專業。